人生亲像坐公车，当时落车是无一定。什么叫做意外呢？我都一切叫做意外。这南投县的南投市民代表会通过啊。那准这市民意外过身有慰问金10万块，是头一个推出意外死亡慰问金的县市。市公所是强调讲，希望减轻市民当着意外经济压力。广播叫着手头的号码，民众到柜台办代志，来柜台也会当申请社会福利补助。亲像南投市公所去年推出每人5000块的丧葬慰问金，每年开始，若是南投市民不幸拄着意外，阁会发放市民意外过身慰问金，一个人10万块。有一笔钱，安尼是袂歹，但是我感觉。若是钱会使愈侪愈好安尼，因为10万块一个家庭，一个月、2个月安尼尔，啊，凡是伊有的人阁找无工课。老人年金我是感觉吼，因为咱钱一定的额度就好了，应该把钱做在其他的，包括幼儿、再培囡的钱无够，所以我感觉后摆公所吼会当佫去出得较高点的。南投市长表示，正前未少代表和民众，拢希望公所会当替市民保意外保险。经过公所研究，因为预算有限，改作推出意外过身慰问金。明年开始，只要户口设伫南投市，电线满6个月以上，那因为意外事故过身，摆毒自伤、自杀、酒后开车、食毒品、故意犯罪以及重大过失才会情形，家属就会当领到10万块的市民意外过身慰问金。市民的意外的身故慰问金吼，每一个是10万块。当然未来吼，咱嘛会继续每一年来检讨、来讨论，有需要提高这金额，还是讲扩较侪补贴、补助的这个范围。除了意外过身慰问金，每年南投市的中央敬老金。65到89岁也对原本的1500提悬到2000，90到99岁对2000调整为3000。针对民众建议，爱加重视幼稚福利的部分，南投市公所也讲，按算对后年2017年开始，会先针对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5岁以下囡仔，每个月发3000块的幼稚津贴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